好啦，講個杏汁香芒糕，用料大芒果、南杏仁、北杏仁、大菜、清水、砂糖適量。做法：大菜用適量清水浸軟，沖洗乾淨，擎乾後剪段備用。大芒果去皮去核，將果肉切長條狀備用。南杏仁、北杏仁洗淨後，用清水浸約2小時，然後擎乾，放入攪拌機內，加入半杯清水，攪拌約半分鐘，用紗布袋隔渣，取出杏仁汁備用。煲滾餘下半杯清水，加入杏仁汁、砂糖及大菜，拌煮至溶，稍待冷卻，分別注入大啫喱杯至半滿，待半凝固時，放上芒果條，再注入適量杏仁汁料，放入冰箱內雪凍，即可取出進食。講下呢個眼有啲蒙蒙地啊。杏汁香芒糕，講緊呢個杏汁香芒糕。好啦，拜拜。